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初7，诗篇103篇第50安尼讲：伊用逐款好物，互你一世人满足，互你恢复少年，亲像鹰鸟遐尼臃肿。三甲来祈祷，用好物满足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创造甲立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你是全能甲无限的上帝，你是起头，你是落尾，你无所不能，无所不在，疼阮，佮保护阮的天父。伫你无困难的事，所以阮要专心来到你的面前，仰望甲倚靠你的名。主啊，阮伫世间所追求的，到尾发现拢是空空。阮所伫意的，最后拢归伫无。阮袂记你一切好，拢是对你来，直到空空着我。求你帮助阮，互阮复到少年，亲像鹰鸟遐尼臃肿，也专心致意来找求你。就你要用逐款好物赏赐阮，互阮一世人心满意足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愿主帮助咱每一天，拢来到伊面前，专心找求伊，倚靠伊，互咱会通恢复，亲像少年的鹰鸟，体色飞悬。咱的主将要将逐样的好物，互咱心满意足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